为着要加强制裁罗西亚，欧盟拍算伫咧年底之前要全面停止对罗西亚的石油进口。日本也伫咧 G7 顶头表示会减少进口，目标是卖进口。不过台湾对战争到单对罗西亚进口大约是新台币155亿的化石的燃料，成做全世界第3大罗西亚土炭进口国。但台湾也有乌克兰的环保团体做伙伫咧线顶举行记者会，呼吁台湾政府爱随甲资金抽倒转来。罗西亚拍乌克兰到即阵买3个月，欧盟5月初杀第6批制裁，包括禁止石油进口。不过，罗西亚的天然气占欧洲30至40%的需求，要做到完全禁止。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坦白讲，真恶做。不过，会拼半年来实施。乌克兰民间团体也呼吁国际爱扩大制裁。24th of February, European Union countries have paid Russia more than 50 billion euros for its coal, oil and gas. And we are sure that this money will fuel Russia's war machine further. It's expected to lose 30 to 50% of GDP this year. 另外，甲清洁空气中心首席分析师 Lori 佮卡指出，台湾对罗西亚发动战争到单，进口化石燃料的总值有5.5亿美金，大约155亿的新台币。伫咧对罗西亚进口的国家内底排第3，占罗西亚土炭总出口量的10%，包括台电、甲台塑和一寡国营企业拢是大户。台湾的环保团体呼吁政府就要即时撤资。We find that the largest importers in Taiwan have been Mailiao and Tide Power and Sino Steel and CPC Corporation. There is no decreasing trend yet in imports to Taiwan, just like before the war. 政府单位跟民间企业竟然变相的赞助俄罗斯100亿多元的台币。我们缴纳的税金不应该被拿来做杀人的武器。款团呼吁政府要对源头新能源减少对土团的挖靠。台电表示，这2年进口土团的采买量，澳洲5.6%，印尼4.2%，罗西亚是占2%。不过民间电厂的燃料又无包括在内。记者阿敏金正派文台北报道。